你知道嗎？中國的富人在過去30年裏更多地談論的是產業與投資，但卻很少提到家族。而在西方國家，家族辦公室 （family office） 是個成熟的概念，像是財富結構的靜默系統，低調、嚴謹、長期。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如何從資產到家族的思維進化。在中國，許多富人仍然停留在企業等於家族的階段，這導致了一個結構性問題。一旦企業出現經營危機，家族財富也隨之蒸發。所以，傳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企業和家族分開。企業屬於市場，家族屬於時間。前者追求效率與擴張，後者追求穩定與延續。唯有透過信託、基金、家族憲章等制度化工具，才能讓家族成員在幾代人之後仍能共享價值觀與財富果實。在近10年內，全球反洗錢 AML 與稅務透明 CRS 制度全面升級，任何跨境資金流動都需通過多層審查與報告。這意味着過去那種依靠關係與灰色手段的資本操作模式正逐漸失效。這場變革的核心不在於限制財富自由，而在於迫使財富陽光化與制度化。在此環境下，擁有正確法律結構與全球合規思維的家族，反而能更安全、更長久地運作。因此，真正的挑戰不是錢能不能出去，而是錢出去後能否留下，能否生根。那麼，中國家族如何才能在全球化時代中延續呢？跨代傳承不只是財務上的安排，更是文明的再平衡。今天的高淨值人士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交叉點上。一邊是中國仍在完善的制度環境，另一邊是成熟的全球金融秩序。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，不僅關乎個人與家族命運，也關乎中國資本在全球體系中的位置。全球化時代的富人，已不再是單一國籍的資本持有者，而是制度之間的橋樑。他們懂得如何與不同的法律、文化、金融規範共處，並在其中找到生存縫隙。本書的6個章節構成了一個財富傳承的完整路徑圖，從財富出海的歷史與策略，到資金落地生根與合規化解，乃至國際視野下的財富增長策略等。最後，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離監管，而是擁有理解與運用制度的能力。真正的傳承也不僅是財富的延續，而是理念與結構的傳遞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家族傳承和財富管理的知識，請務必關注我們的頻道，點擊訂閱，同時也歡迎分享你的想法和經驗。謝謝你的收看。